一個81歲嘅老人家喺電話度喊到撕心裂肺，喊嘅原因唔係因為病痛，唔係因為窮，更加唔係因為寂寞，而係佢親生個仔喺錄音入面夾雜住粗口咁質問佢：你嗰200萬定期存款8月就到期啦，你做乜仲唔拎出嚟？呢句唔係催債，而係個仔喺度同親生老豆攞錢。2026年5月，香港資深藝人李家鼎同佢2個仔李永漢、李永豪陷入咗爭產金錢糾紛，父子兄弟反目道互爆錄音，一方俾人指控長期啃老索取錢財，另一方就遭控訴管控老豆財產、限制人身自由，三方面各執一詞，風波越演越烈。呢場戲仲狗血過佢拍過嘅任何一部 TVB 港劇，但呢啲全部係真嘅。你以為呢個係豪門故事？你錯啦！呢個係你我身邊每一個家庭都可能喺某一日上演嘅真實劇本。只不過鼎爺嘅戰場係喺靈堂門口，而你嘅戰場可能係年夜飯嗰張餐桌。今日我哋將呢件事由頭到尾拆開嚟講，講客嗰段錄音背後嘅腥風血雨，講客嗰對雙胞胎仔係點樣喺親生媽咪棺材都未落土之前就撕破晒面皮，講客一個信咗一輩子命理風水嘅老人家，最終係點樣發現風水師算得出天命，但係算唔到嘅係人心。仲有最後嗰個最吉心嘅問題，喺呢場三方大混戰入面，到底邊個先係受害者？鼎爺係俾啲仔害咗，定係話呢一切其實都係佢自己種下嘅因？帶住呢個問題，我哋開始命盤入面寫住晚景淒涼。要講呢場家變，首先要講講鼎爺呢個人，李家鼎，香港演藝圈嘅老戲骨，人稱鼎爺。早年喺邵氏電影做武術指導，之後轉戰 TVB， 憑住一身硬朗嘅氣質喺圈內企穩腳跟。佢呢世人喺鏡頭面前演嘅都係有膊頭、頂天立地嘅男人，形象沉穩、威嚴，夠晒擔當。但私底下呢個人有一個圈內人都知嘅特點，就係極之信奉風水命理。呢樣嘢喺香港唔稀奇，香港本嚟就係一個中西交匯、傳統信仰根深蒂固嘅地方。圈內大佬10個有9個都睇過風水師，但鼎爺嘅程度係真係好認真咁去做呢件事，選日子、睇時辰、睇屋向，呢啲對佢嚟講唔係迷信，係人生規劃嘅一部分。佢信奉一個道理：順勢而為，逆命而動，必有禍。咁我哋不妨由命理嘅角度，先將呢個家嘅格局睇一遍。喺傳統命理學入面有一個講法叫家宅命格。一個家庭嘅氣運唔單止取決於家主個命，而係所有成員命格疊加之後產生嘅整體氣場。其中財星入命係好事，但如果財星入命嘅同時，家宅入面出現咗食神相克嘅格局，錢財反而會變成呢個家離心離德嘅導火索。通俗啲講，錢越多嘅地方唔一定越有福氣，有時錢反而係嗰條將所有人拆散嘅獅子。鼎爺呢一世人大器晚成，憑住阿爺廚房喺晚年走紅，賺咗相當可觀嘅財富，本來可以安享晚年，但偏偏就係呢筆錢變咗李家崩塌嘅起點。由命理上面睇，呢個叫財來災除，財運旺嗰一刻起，圍繞住呢筆錢展開嘅爭奪，亦都同步開始咗。你話呢啲係命，我話呢啲係因果。思明走咗，炸彈引線點着咗。時間撥回2026年3月21日 ，TVB 前女星思明因為肺炎去世，終年74歲。佢係鼎爺嘅前妻，亦係雙胞胎仔李永漢、李永豪嘅媽咪。邊個都估唔到佢個喪禮竟然變咗家族戰爭嘅導火索。思明同李家鼎1977年結婚，1994年離婚，之後各自生活。
兩個仔係雙胞胎，同年同月同日生。李榮漢係大佬，李榮豪係細佬。按道理，兩個仔同一個起點，應該冇乜本質上嘅分別，但命運就係中意開呢啲玩笑。同卵雙胞胎，性格可以差成個宇宙咁遠。思明去世之後，屋企嘅矛盾爆發得幾乎冇任何緩衝。大仔李榮漢第一時間同媒體放風，細佬可以嚟送媽咪，但堅決唔准弟媳 Agnes 入靈堂，理由係媽咪生前從嚟冇承認過呢個辛苦。呢一句說話即刻炸開咗鍋，細佬李榮豪梗係唔制，佢即刻反擊，指控哥哥李榮漢呢一年嚟用監護權封鎖消息，唔話俾佢知媽咪住邊間房，連老豆李家鼎想去探望都俾人拒之門外，搞到父子兩個連思明最後一面都見唔到。靈堂都未正式開門，呢家人已經喺媒體面前撕破晒面。但呢啲只係開胃菜，真正嘅重頭戲係嗰幾段錄音。嗰段錄音狠過法庭證詞。2026年5月8日，鼎爺做咗一件好多老人家一世都做唔出嘅事，佢親自將自己同大仔嘅電話錄音公開咗俾媒體。嗰段錄音而家上網都仲可以影到，我嚟同你還原一下嗰個畫面。錄音入面，李榮漢語氣好激動，仲夾雜住粗口，向李家鼎施壓攞錢，直言要求老豆每個月俾5萬蚊生活費，仲提到老豆啲定期存款8月到期有200萬，質問做乜拎唔出嚟，強調唔係一次過攞晒，只係按月支取。佢仲透露自己已經簽咗單，有數要找，逼李家鼎兌現承諾，更直言嗰日當面已經對好晒數，仲有人證喺度，逼老豆按約定期俾錢。聽清楚未？呢個係一個45歲嘅大男人喺度同佢81歲嘅老父親攞生活費，理由係咩啊？李榮漢消極推搪，自認得高中學歷，已經45歲，直言出去做 sales 都冇人要，唔肯自力更生。情緒激動之下，仲出現拎屋契嚟威脅，聲稱屋契喺自己手入面，甚至謊言仲有更多手段可以玩落去，態度強硬又沙塵。你可以想象一下嗰個畫面，一個81歲嘅老人家，靠住多年積攢落嚟嘅少少家底，本來打算平平安安度過人生最後嗰幾年，結果佢個仔，佢親生嘅，佢湊大嘅，佢供書教學嘅仔坐喺對面，聲稱高中學歷，出去做 sales 冇人要，所以你每個月應該俾5萬喎，你嗰200萬定期存款憑咩唔拎出嚟？呢個唔係要錢，呢個係剝皮。而更令人無法接受嘅係嗰個關於思明嘅細節。思明過咗身整整10日，李榮漢先至通知老豆噩耗，而且通知之前仲先以媽咪醫藥費為理由向佢攞咗一筆錢。攞完錢之後，先坦白思明已經離世。你先將啲錢呃到手，然後先至同我講你媽咪死咗。李家鼎氣到大鬧對方，做人離譜，直情係泯滅良心，擺明借住媽咪名義嚟呃錢。呢句說話係一個父親可以講出口最痛嘅話之一。如果故事只係講到呢度，你會覺得鼎爺太可憐啦，李榮漢呢個仔太衰啦。但現實從來都唔係咁乾脆利落嘅。就喺鼎爺公開錄音之後，李榮漢都坐唔定啦，佢反擊啦，佢語氣好無奈，直言老豆喺靈堂入面曾經當住親戚面承認部分講法唔係出自自己，暗示背後另有人推動輿論。換句話講，李榮漢喺度講呢一切係細佬李榮豪喺幕後操控嘅，老豆只不過係俾細佬當成武器用嚟攻擊自己。然後李榮漢公開咗另一批錄音，呢批錄音入面主角換咗做細佬李榮豪，流出嘅錄音曝光咗更多刺耳嘅細節。李榮豪大聲斥責李家鼎好吹水，完全冇公信力，仲翻出以前嘅家庭恩怨，言語態度非常唔尊敬。
李榮豪老婆嘅錄音亦隨之流出，好細緻咁核算鼎爺日常各項開支，由水電火食到買部手機，全部記賬管控，嚴格限制老人家日常花銷，管控態度非常之強硬。而關於嗰筆錢，李永漢係咁樣講嘅：李永漢反過嚟指責細仔夫婦賄餘家產，並暗示李榮浩曾經私下轉走老豆340萬港元。你注意到冇？一開波，鼎爺話大仔掏空咗佢200萬積蓄，然後大仔話唔係我，係細佬私下轉走咗340萬。兩邊嘅數字都講唔清楚，兩邊嘅講法都互相矛盾，但每一方都喺度用為老人家好嚟做開場白。羅生門開始咗，呢個時候你覺得邊個先係受害者？先唔好急住落結論，我哋繼續講落去。嗰套九龍塘嘅屋先至係真正嘅戰場核心。講咗咁多錢，我哋要講到真正嘅核心問題。喺成場李家風波入面，有一樣嘢係所有矛盾嘅地心吸力，嗰係一套屋。呢套位於九龍塘筆架山咸碧別墅嘅物業，市值估計喺800萬到1200萬港元之間。自打2016年李永漢結婚之後，佢就帶住妻兒同媽咪一直住喺呢度。李永豪就喺同 Agnes 拍拖之後，因為家庭矛盾搬咗出去。呢套屋係思明名下嘅資產，思明走咗，因為思明生前冇立下遺囑。按照香港法律，遺產應該由2個仔平分，但李永漢長期揸住媽咪所有嘅醫療同法律文件，喺後續嘅遺產法律程序入面，俾人認為佔據咗更有利嘅位置。呢套屋最後會歸邊個，變咗所有人關注嘅焦點。你而家將呢個情形喺腦入面過一遍，大仔住喺入面，有房契喺手，有媽咪嘅文件，而且係親自操辦咗媽咪嘅後事，佢佔據住呢個物業嘅物理控制權。細佬呢？細佬連老婆都唔俾入靈堂。呢個唔單止係兄弟之間邊個更孝順嘅問題。呢個係一場精心佈局嘅財產卡位戰，而且嗰個關於賣樓嘅細節更加令人脊骨發涼。李永漢透露，媽咪思明2023年出院之後仲康復緊，細佬夫婦就曾經建議賣咗層大屋，再買層細單位自住，剩低嘅錢分俾2個仔。思明當時並冇應承，但相關話題多次俾人提起，搞到佢好煩惱。思明都未死，就有人喺度討論賣佢層樓啦。就算呢個講法係片面嘅，係李永漢喺度抹黑細佬，但如果哪怕有一半係真嘅，咁就意味着呢場爭產戰喺思明仲喺病榻上面抖緊氣嗰陣，就已經悄悄開始咗。呢個先係真正令人心寒嘅地方，賬本戰爭數字背後嘅人性。我嚟將呢場爭產嘅賬目整理一下，等你看清楚嗰啲數字嘅脈絡。鼎爺呢邊嘅講法，李家鼎坦言，翻睇銀行月結單都心驚，對方攞錢完全冇節制，今日3萬，隔日4萬，過幾日又5萬，步步施壓。佢形容大辛苦，心機好深，識得軟硬兼施，一喊二鬧三上吊，仲拎思明嚟做藉口施壓。原本憑住阿爺廚房賺到豐厚身家，本嚟可以安享晚年嘅佢，錢已經幾乎俾人掏空。李永漢呢邊嘅反擊，老豆曾經表示已經分咗300萬俾李永浩，戶口接近清零，其後又額外轉咗40萬去同一個賬戶。佢質疑自己1蚊都冇攞，卻俾人指貪錢，真正一直講錢嘅人根本唔係自己。李永豪呢邊呢，另一段引發爭議嘅錄音係關於李永豪老婆同老爺嘅對賬。錄音入面辛苦一啲都唔客氣咁細數，鼎爺喺5個月入面竟然花咗16.6萬港幣，平均每個月燒錢3.3萬。面對公眾嘅質疑，李永豪即刻出面護妻，透露老人家嘅賬目其實極之混亂，喐唔喐就幾十萬咁往外攞，辛苦實在睇唔過眼，先至夾硬理數，因為太生氣，先至語氣唔耐煩。
你而家見到一個咩畫面？一個81歲嘅老人家俾大仔當提款機咁不停攞錢，同時俾細仔一家管控銀行賬戶，核查每一筆開支，連買部手機都要記賬。由一個角度睇，大仔喺度吸血；由另一個角度睇，細佬喺度監控。兩種方式，結果都一樣。呢個老人家失去咗對自己錢嘅支配權。呢個先係成件事入面最令人難受嘅核心。一個81歲嘅老人家喺兩個仔嘅夾擊之下，活成咗人哋手上嘅棋子。嗰個俾人遺忘咗嘅女人楊思琦，就喺呢場家變鬧到沸沸揚揚嘅時候，一個沉默咗15年嘅女人，突然俾人重新諗翻起。佢叫楊思琦，香港人對呢個名唔陌生。佢係2011年嘅港姐冠軍，外形出眾，圈內口碑唔錯。但佢仲有另一個身份，佢曾經同李榮豪拍拖整整9年，最終分手。分手嗰陣，李家全員出動攻擊佢，話佢拜金，話佢要求白圍婚宴太貪心，話佢白吃白住一餐狂插。等佢喺2011年遭到全港輿論嘅圍攻，人設幾乎崩塌。但而家2026年，大家開始重新審視呢段歷史。2026年3月，思明離世，引爆長子李永漢同次子李永豪嘅遺產爭奪戰，雙方互揭隱私嘅錄音、鄰居證詞及李家鼎嘅公開控訴，意外印證咗楊思琦2011年分手嗰陣嘅自述。李永漢俾人爆出長期對家人言語威脅甚至施暴，李家鼎坦言大仔脾氣暴戾，思明生前亦遭其恐嚇。鄰居證實李家幾日一小嘈，幾日一大嘈係常態，同楊思琦當初話擔心鬧出人命嘅喊數完全吻合。呢個細節等好多人倒吸一口涼氣。楊思琦當年講嘅擔心鬧出人命，當時俾人話係誇大其詞，係矯情，係借口。而家嗰段錄音入面嗰啲粗口威脅，要用屋契去銀行抵押嘅狠話，所有人都沉默咗。大話俾人拆穿咗。李家鼎公開駁斥大仔對楊思琦嘅指控。李永漢操控父親財產等行徑曝光，輿論轉移認可楊思琦當年離開係及時止損。15年前佢係嗰個俾人鬧嘅人，15年後佢變咗嗰個晨早睇穿一切、及時離場嘅人。呢個就係命理入面講嘅時機二字嘅玄妙之處。有啲真相唔係而家證明唔到，而係時候未到。風水命理同家道崩塌，而家我哋由命理嘅角度認真做一次拆解。喺傳統風水命理入面，有一套關於家運嘅完整理論體系，其中有幾個關鍵概念擺喺李家呢件事上面，準到令人起雞皮疙瘩。第一個概念，財多必傷身。喺命理體系入面，財星並不總係吉兆。當一個人嘅命格入面財星旺盛，但係就缺少咗印星代表保護、長輩庇蔭嚟平衡，呢啲財富就會變成消耗，變成爭端嘅根源。鼎爺晚年靠阿爺廚房賺到錢，財星入命冇問題，但係隨住佢年紀漸長，嗰種鎮壓家宅嘅力量亦都喺度逐漸衰退，財富嘅守護力量喺度減弱。而兒餘嘅力量喺度增強。第二個概念，長子命格同家運傳承。喺傳統命理學入面，長子嘅命格同家運傳承息息相關。如果長子嘅命格入面七煞過重，不僅容易相克父母，更加會喺家族傳承嘅節點上面製造動盪。七煞代表嘅係嗰種唔受控制嘅攻擊性力量，有佢可以成就事業，失控咗就會反噬自身，傷及至親。由外界曝光嘅細節嚟睇，李永漢嘅行事風格同七煞失控嘅描述高度吻合。第三個概念，雙胎命格嘅互相消耗。
玄學入面對於雙胎有一個特別嘅關注點，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嘅兩個人，命格喺某種程度上係互相鏡像嘅。呢種鏡像關係喺順境入面可以互補互助，但一旦進入競爭格局，呢種鏡像就會變成最徹底嘅對立，因為你了解對方所有嘅弱點，因為你同對方爭嘅唔係外人嘅嘢，而係原本屬於你哋共同嘅資源。李永漢同李永豪同年同月同日生，佢哋爭嘅係同一個媽咪留落嚟嘅屋，同一個老豆嘅積蓄，以及同一段家庭歷史入面各自認為屬於自己嗰一份。呢種爭法傷得最深，因為你哋打嘅每一拳都係打喺血肉相連嘅地方。第四個概念，陰宅未定，陽宅不穩。呢個係香港民間風水入面流傳甚廣嘅講法。思明離世之後，後事處理嘅過程本身就充滿咗爭議。邊個可以入靈堂？邊個出咗喪葬費用？花牌擺喺正門定係後樓梯？李永漢表示佢弟媳出席係因為媽咪遺願，李家鼎同二仔未支付喪禮費用，一場喪禮算唔清楚邊個出咗錢，入唔入到靈堂要靠大哥點頭。喺風水觀念入面，如果逝者嘅身後事充滿咗爭執同不和，嗰種氣係會留喺家宅入面嘅。思明嘅陰宅未安，呢個家就很難真正穩定落嚟。鼎爺嘅決定，最後嘅反擊，面對呢一切，李家鼎做咗一個好多人估唔到嘅選擇。佢公開咗，佢將錄音公開咗，將大仔嘅嘴臉公開咗，將自己嘅總臂公開咗。一個81歲嘅老人家，一個演咗幾十年頂天立地嘅老戲骨，選擇喺媒體面前亮出嗰段最令自己丟臉嘅錄音。佢個仔喺電話入面用粗口逼佢攞錢嘅錄音，呢樣嘢需要好大嘅勇氣，或者話需要將最後嗰少少面皮都豁出去嘅決心。點解佢要咁做？答案喺佢自己講嗰句話入面。佢解釋公開呢個決定係為了防止百年歸老之後，大仔李永漢又嚟搞局，等事情死無對證。死無對證呢4個字係佢由思明嘅離世入面學到最痛嘅教訓。思明走嗰陣，李永漢操控咗所有嘅話語權，話思明唔中意辛苦，無從查證；話某啲錢係思明應承俾嘅，無從查證；話思明2日後就通知咗老豆。鼎爺話係10日，無從查證，一切都係死無對證。所以鼎爺趁住自己仲清醒，將一切都搬到陽光之下。佢不單止係公開錄音，佢仲正式宣布將以財產執行人嘅身份，將所有財產交由細仔李永豪處理。至於遺產問題，已經交俾律師處理。為避免重演媽咪去世之後嘅糟心事，已經將李永豪列為自己唯一嘅財產執行人。呢個動作喺法律層面直接將大仔由繼承鏈條入面切除咗。當然，律師亦都指出，遺囑需要明確資產分配細則及執行人權限。李家鼎僅口頭公開表態，如果未完善法律文件，仲係存在爭議風險。換句話講，講咗唔算，寫咗先算。口頭講將啲錢俾細仔，如果冇正式遺囑，將來大仔仲係可以依法主張佢嘅繼承權。鼎爺呢一步係反擊，但仲未係終局。咁細仔真係好人咩？輿論目前嘅主流睇法係大仔李永漢係衰人，細仔李永豪係好人，鼎爺係受害者。網絡上面一面倒咁支持李永豪。TVB 好多同事紛紛出面表態，湯盈盈直言李永豪為人成熟，處理家事好有分寸。呂慧儀更加係蓋章認證，李永豪平時就係個穩重靠譜嘅人，完全信賴佢可以妥善解決家變。但我想喺呢度潑少少冷水，請你回頭諗一下嗰段俾人曝光嘅錄音，
嗰段李榮豪語氣激烈對老豆態度唔好嘅錄音。李榮豪自己承認咗嗰段錄音係真嘅，佢大方承認父子確實曾經發生爭執，但佢強調錄音俾人一段段抽咗出嚟，容易造成誤導。佢解釋當時情緒失控係因為老豆不斷俾錢大仔，屋企人多次勸咗都冇用，先至會講嘢難聽。好，呢個解釋合情合理，但係仲有另一段錄音呢。李榮豪老婆嗰段核查鼎爺每一筆開支嘅錄音，水電、伙食、買手機，全部記賬，語氣強硬，管控態度非常之強勢。李榮豪幫老婆辯護話係因為賬目太混亂，先至需要管控。但請問，一個新婦對老爺嘅每一筆消費都要核數，呢個算係照顧定係監控？呢度就出現咗一個令人細思極恐嘅問題。如果大仔係要錢型嘅控制，咁細仔夫婦係唔係管賬型嘅控制？兩種控制，邊一種更等老人家有尊嚴？我唔係喺度幫李永漢翻案。嗰段錄音入面，李永漢用粗口同老豆攞錢，拎屋契威脅，呢種行為係無可辯護嘅。但我想講嘅係喺呢場三方混戰入面，每一個人都既係施害者，亦都係受害者，只不過施害嘅方式唔同，受害嘅程度唔同，呢個先係人性最真實嘅樣。佢唔係非黑即白嘅，佢係嗰種等你睇清楚之後會感到一陣惡寒嘅灰色。所有嘅八卦，所有嘅錄音，所有嘅賬本，攻防戰，落到最後都唔如呢一個畫面令人心痛。李家鼎年過8旬，身體晨早已經唔如以前，仲要堅持工作賺錢。兩個親生仔卻反目成仇，將家門事鬧到全港都知。以前都係人哋同佢借錢，而家變成佢要向人哋借錢。李家鼎自爆自己喺山頂開嘅餐廳生意額跌咗整整30%。主要原因就係港人而家都鍾意北上深圳消費，香港本地餐飲業受到巨大衝擊。鼎爺話自己因為生意操心，瘦咗整整20斤，仲患上咗胃炎。一個81歲嘅老人家，生意跌咗30%，胃炎，暴瘦20斤。兩個仔喺媒體面前互相揭醜，前妻啱啱走咗，自己嘅積蓄可能幾乎見底。仲要喺呢個時候夾硬撐住繼續工作，因為有得做就一定要做。喺玄學嘅語境入面，呢個叫晚運受克；喺現實嘅語境入面，一個老人家用盡咗一世嘅力氣，最後發現佢可以俾嘅一切都唔夠呢兩個仔爭。命理師睇一個人嘅晚運，最驚嘅唔係貧，唔係病，而係六親無情。你周圍嘅人全都在消耗緊你，而冇一個人係真係喺度同你輸送能量。鼎爺而家嘅處境就係呢4個字嘅真實注腳。咁邊個先係呢一切嘅根源呢？成個故事我哋講咗思明嘅離世係導火索，講咗大仔啃老，講咗兄弟爭產，講咗辛苦管賬，講咗嗰套九龍塘嘅屋。但仲有一個問題，我一直都冇正面回答，呢一切根源喺邊度？好多人會話根源喺李永漢，係佢太貪、太懶、太無恥；亦有人會話根源係思明走咗，防線冇咗。但我覺得根源其實喺鼎爺自己身上。你睇睇呢件事嘅發展脈絡。鼎爺信奉風水命理一輩子，相信命數，相信順勢而為。但喺家庭關係上面，佢做咗一件同命理完全相反嘅事。佢喺問題已經好清楚嘅情況下，一直都冇做出清晰嘅切割。大仔長年啃老，佢冇早早斷供，佢選擇咗忍，選擇咗俾，選擇咗總會好嘅。
另一段錄音入面，李家鼎親口向李永漢透露自己唔獲公司續約，未來工作同收入都會大減，打算縮減對大仔一家嘅生活費補貼，仲提議佢哋搬返九龍塘碧咸別墅自住。但連呢一步，佢講嘅時候都係商量嘅語氣，一個老豆喺度同個仔商量，係咪可以停止供養佢？而且後來據李榮豪澄清，當時老豆正處喺同電視台洽談續約嘅交接階段，最終安排仲未敲定，一度確實擔心續約失敗。當初同李榮漢話自己唔獲續約，其實係特登借呢個理由，想等對方唔好再不停向自己攞錢。呢個係一個老豆要用一個大話先可以等個仔停止向佢攞錢。呢個家庭入面，爸爸同仔嘅權力關係，神早已經倒轉咗，而呢個倒轉唔係一日發生嘅，係一點一點、一次一次嘅縱容，慢慢累積出嚟嘅結果。呢個唔係喺度指責鼎爺，呢個係喺度講一個好多人都會犯嘅錯誤。我哋以為俾錢係愛，我哋以為退讓係包容，我哋以為問題會自己消失，但問題唔會消失。你唔解決佢，佢就解決你。命理入面講因果循環，唔係虛話。你今日種下咩，聽日就會結咩果。鼎爺種下嘅係多年嚟嘅軟弱同退讓，結出嘅果係兩個仔都學會咗老豆啲嘢係可以攞嘅。呢個先係成件事最令人沉默嘅地方。而家講到呢度，你應該已經明白咗呢件事冇簡單嘅善惡之分。呢場爭執最令人心寒嘅地方，並唔係邊個攞咗幾多錢，而係每個人都喺度懷疑最親嘅人。父親話大仔不孝，大仔話父親俾人操控，兄弟互指對方為財產動機不純。親情一旦變成證詞、賬單同訪問，再多解釋都好難恢復原狀。呢句說話，我覺得係成件事最準確嘅總結。親情一旦變成賬單，就再都返唔到轉頭。唔理最後嗰套九龍塘嘅屋歸邊個，唔理嗰200萬、340萬究竟流向咗邊度，唔理法庭最終點樣判決，有一件事係肯定嘅，呢個家散咗，而散咗嗰一刻，唔係思明離世嗰一日，唔係錄音俾人公開嗰一日，而係好多好多年前某一個所有人都冇察覺到嘅普通嘅一日，某一個問題俾人第一次選擇咗回避，某一個裂痕俾人第一次選擇咗遮掩。由嗰一日起，呢個結局就已經寫好咗。風水命理可以算出嘅係天時地利嘅格局，算唔到嘅係人心喺漫長歲月入面一點一點嘅改變，